係四川汶川大地震船口中學遺址。2008年5月12日嘅汶川發生8級地震，地震導致咗映秀鎮大部分房屋倒塌，山體滑坡，幾乎被夷為平地，造成咗嚴重嘅人員傷亡同財產損失。去到嘅時候，我哋一齊為地震嘅死難者進行悼念儀式，默哀1分鐘，並輪流獻花。2008年5月12號下午2點28分，地震共奪去呢所中學裏55條寶貴嘅生命，其中學生43名、老師8名、職工2名同埋家屬2名。呢座遺址係冇清理就保留落嚟，為咗保存呢啲瀕臨倒塌嘅建築物，建築物嘅底部都進行咗加固工程。另一方面，汶川地震不斷激勵我哋更加珍惜生命，更加努力地面對困難同挑戰，讓每一個生命都能夠喺希望嘅陽光下茁壯成長。